网红郭美美昨晚在直播透露了，一个顶流女星和一个顶流男星未婚生子，女方是新疆人，男方是东北人。外面猜测呢是曾经热恋的迪丽热巴和汪景瑜。经理人公司嘉行传媒啊，只在一个工作室3万粉丝的一个小号呢替那个热巴辟谣，大号190万粉丝的却没有替他说话了。另外们猜测呢，热巴也跟他的前男友那个杨幂一样，很快会离开。因为热巴近年呢没有影视作品啊，沦为了纸上明星，还要呢饱受这些不利传闻的那个缠绕。眼见同事间冒红的一般女星呢如入放中，自己却按兵不动，放在谁身上都是心惊如焚的啊。另外呢，许冠文的破地狱电影呢昨晚举行首映啊，杨受成夫妇和女主角连诗雅也有出现的啊。连诗雅呢说电影放了30多次了，也不知道电影拍摄的年份来的，希望香港电影呢能够劫后余生，像破地狱那样重生了，也希望许冠文这部电影呢可以那个大收大卖啊。